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，有一个囝守事咱，伊要负担国政，伊的名称做奇妙无私。全能的上帝，永远伫地陪和平的人君。听候我主上帝降生，可以我心充满欢喜。听候我主上帝降生。可以我心充满欢喜。My soul is waiting for the Lord. I come God's word. mein好，我主上帝降生，可以我心充满欢喜。上帝降生，可以万人充满欢喜。听候我主上帝降生，可以万心充满欢喜。听候我主上帝降生，可以万心充满欢喜。主上帝降生，可以万心充满欢喜。在至高之处，荣耀归于神。和散那因耶加斯，好，我主上帝降生，可以我心充满欢喜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的中间。听候我
祖兄的刚性，可以万心中我欢喜。听好我祖兄的刚性，可以万心中我欢喜。祖兄的刚性，可以万心中我欢喜。听好我祖兄的刚性，可以万心中我欢喜。祖兄的刚性，可以我心中我欢喜。听好我祖兄的刚性，可以万心中我欢喜。至高圣旨恳求降临，统治万物协和万民，恳求显示智慧路程，直到群山步步遵循，欢喜欢喜，以色列民，以马内利快要降临。以闭目者恳求降临，你曾给摩西颁法律，坚固心又软弱身心，教导群生遵守诫命，欢喜欢喜，以色列民，以马内利快要降临。恩妙恳求降临，撒旦手中解放子民，地狱深处拯救子民，始终的生死亡之分，欢喜欢喜，以色列民，以马内利快要降临。大卫之要恳求降临，打开我中天上神门，安排我中登天路程，
断绝人间多愁苦疾，欢喜欢喜，以色列民，以马内利快要降临。东方旭日恳求降临，借主降临，换为中心。重开长夜幽暗愁云，驱散死亡深沉黑影，欢喜欢喜，以色列民，以马内利快要降临。万邦盼望恳求降临，团结万民一致同心，永息兵革基督纷争，充满世界天赐平安，欢喜欢喜，以色列民，以马内利快要降临。以马内利恳求降临，救赎解放以色列民，沦落一邦寂寞伤心，引进渴望神子降临，欢喜欢喜，以色列民，以马内利快要降临。How far is it to Bethlehem? Not very far. Shall we find the stable lit by a star? How far is it to Bethlehem? Not very far. Shall we find the stable room lit by a star? How far is it to Bethlehem? Not very far. Shall we find the stable room lit by a star? How far is it to Bethlehem? Not very far. Shall we find the stable room lit by a star? How far is it to
to Bethlehem, not very far. Shall we find the stable room lit by a star? 迄地方有各样的住伫山里，每是手见的顾因的羊群，主的天使徛伫因的身边，主的阳光微微照因。各样的大惊，天使甲因讲，无得惊，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，互百姓拢有份。因为今仔日伫大别的城，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者，就是主基督。恁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困伫槽里的，这个就是互恁做记号。忽然有侪侪天兵甲迄个天使三甲伫地阿罗上帝讲：特极权的为阳光归伫上帝，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。这天使离开因上天的时，各样的三甲讲：当咱来去伯利恒，看所成的事，就是主所报咱知的。천사가 이르되 무서워하지 말라. 보라, 내가 온 백성에게 미칠 큰 기쁨의 좋은 소식을 너희에게 전하노라. 오늘 다윗의 동네에 너희를 위하여 구주가 나셨으니 곧 그리스도 주시니라. 너희가 가서 강보에 쌓여 구유에 누여 있는 아기를 보리니 이것이 너희에게 표적이니라 하더니 호련히 수많은 천군이 그 천사와 함께 하나님을 찬송하여 이르되 지극히 높은 곳에서는 하나님께 영광이요 땅에서는 하나님이 기뻐하신 사람들 중에 평화로다 하니라. 천사들이 떠나 하늘로 올라가니 목자가 서로 말하되 이제 베들레헴으로 가서 주께서 우리에게 알리신 바 이 이루어진 일을 보자 하고.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，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。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的人就甚惧怕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：“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。您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，卧在马槽里。”那就是记号了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：“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”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。牧羊的人彼此说：“我们往伯利恒去，看看所成的事，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。” 南疆为跨心你来天你来旅，南疆堂魁蒙吉 K 噶
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主赐阮平安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主赐阮平为普世宗教会的合一，我们献上感谢。主赐阮平安。为代降节预备我们的心，来迎接主耶稣，来祈祷。主赐阮平安。为过去一年我们自己的平安来献上感谢。主赐阮平安。请为仍然在战争当中的乌克兰人民，以及巴勒斯坦、以色列的人民来祈祷。主赐阮平安。请为各教会在圣诞节期间的事工以及聚会来祈祷。主赐阮平安。为着各教会的牧者，我们献上感谢。主赐阮平安。为着加沙走廊的人道救援，我们献上感谢。主赐阮平安。为刚结束的 COP28 联合国气候变迁会议的落实来祈祷。主赐阮平安。为着刚过去的世界人权纪念日，我们献上感谢。主赐阮平安。为着接下来寒流的侵袭，恳求上帝赐平安保守。主赐阮平安。为着我们的生活在武汉肺炎后能够基本上恢复正常，我们献上感谢。主赐阮平
为着在台湾的宣教师以及台湾所差派出去的宣教师，在各地的平安以及服事得力来祈祷。救赎万灵啊！为着世界各国强力介入停止战争，我们献上感谢。救赎万灵啊！请为每个人难以言喻的恩典献上感谢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的天父，你在天上，你在天上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受显扬，你的国来临，你的旨意奉行人间，如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所需要的日用食粮，求你宽恕。我们的罪，
救赎的主，你修直了我们心中曲折的道，也导正了因罪恶而崎岖的路。求你使我们的行为无可指责，使我们的心警醒圣洁，好叫你在我们身上所行的美善得完全。我们所求是靠着必将再来的那位你的圣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与你及圣灵的联合，唯一的上帝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
天